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你哋好啊！我叫 Wilson 啊。今日咧就母親節啦。首先咧，祝天下所有嘅媽媽母親節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同埋笑口常開啦。趁住呢個咁特別嘅日子咧，我想同大家傾幾句心底嘅說話，同時咧又分享一個我工作上面嘅新進展啦。我喺加拿大啊做保險啊同埋理財規劃咁多年咧，接觸過好多嘅客戶，當中最多嘅咧都係媽媽們嘅。媽媽嘅愛啊，往往就係最長遠、最細緻啦。佢哋好多時都會問我 Wilson， 我份保單受人寫咗我個仔、我個女嘅，第時咧佢哋係咪可以直接攞到錢噶 Wilson， 我想趁後生儲定一筆錢，將來退休咧唔使麻煩到啲仔女嘛 Wilson， 我老公啊成日都唔記得 check 下受益人嘅，你可唔可以幫我提下佢咧？每一次聽到佢哋呢啲問題咧，我都會深深咁感受到啊，媽媽嘅愛從來都唔係淨係講出口嘅，佢哋啊全部都係會用行動去做安排嘅。一份嘅人壽保險啊，又或者係一個指定受益人嘅免稅戶口 TFSA， 對媽媽嚟講唔係一張冰冰冷冷嘅合約嚟噶，而係一份安心，一份對家人嘅承諾，一份無論啊自己喺唔喺度都會繼續守護落去嘅心意。而今日咧，我就想喺呢度想同各位媽媽講啊，同埋每一位都重視家庭嘅朋友講，我而家已經正式持有卑詩省牌照啦、亞省牌照啦同埋安省嘅牌照，呢三大省份咧嘅保險經紀牌照，又可以幫大家做到理財啊、投資啊、退休啊各項嘅服務添。咁即係話，無論你同埋家人係住喺卑詩省啦、Alberta 省啦，又或者係安大略省咧，你哋嘅保單、你哋嘅退休計劃、你哋嘅投資、你哋嘅傳承安排都可以繼續由我統一去跟進嘅，無縫銜接噶。你哋唔需要重新揾一個陌生嘅顧問，又唔需要重新解釋下你哋家庭嘅狀況，又唔需要擔心跨省之後啲服務會中斷啊嘛。我會繼續咧用同一份嘅專業、同一份嘅初心去守護你同埋你家人嘅財務未來。嗱，今日就母親節啦，如果你已經係媽媽嘅話，又或者你有一個好愛你嘅媽媽，我想同你哋講啊，愛咧可以係一束花，但係一份真正嘅愛咧，更加係一個長遠嘅安排嚟嘅。如果你一直都想啊，為自己又或者媽媽整理下保單啊，更新下啲受益人啊咁樣，又或者規劃一份退休嘅收入，而家就係最好嘅時機啦。記住我係 Wilson， 喺卑詩省、亞省同埋安省呢三個省咧，你都可以揾我去幫你做任何關於保險、投資、退休、傳承嘅問題，隨時可以揾我噶。再一次喺度祝願所有嘅媽媽平安、健康同埋快樂啦！母親節快樂啊！多謝你哋。